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5年10月1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这个万科可以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个前董事长辛杰因个人原因辞去董事长，但是这个个人原因大家都知道，这个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昨天很多媒体报道说第一财经从多个信源获悉，万科 A 原总裁 CEO 祝久胜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个祝久胜在1993年至2012年期间任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此后加入万科。2025年1月，他已辞去万科董事、总裁、首席执行官等职务。同时媒体爆出祝久胜被带走调查的消息。那么这一次是不是就是靴子落地？多位深圳地产圈人士表示，从那以后圈子里便极少听到他的消息，地产圈没了这个九哥的音信原来他已经进去蹬缝纫机去了。祝久胜传出这些，我觉得倒没什么好说的，倒是他的前董事长王石，还有后面的接任的董事长郁亮，他们两个人会不会牵连其中这是大家关注的。第二个呢，对这个风雨飘摇中的万科是不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个也不好说如果老的班底老的管理层进行抽丝剥茧式的这种调查或者清理，那这个也说明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万科恐怕是很难挺过这一关呢。简单点说吧，有人比咱们着急咱们只是吃瓜群众，有人是彻夜难眠，想出国出不了，想辞职辞不了，他们恐怕也在等着另外一只靴子落地曾经有多风光，将来就有多落魄。眼见他起高楼，眼见楼塌了。万科可是隔几天就一个新闻出来，隔几天一个新闻，却没有一个好消息出来，都是坏消息实际上这个地产圈的这些老板恐怕大部分都是如坐针毡你比如说吧，万达王老板10月9日，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增一则股权冻结信息，股权所在企业为齐齐哈尔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冻结股权数额5000万元，冻结期限自2025年10月9日至2028年10月8日，3年嘛。执行法院为成渝金融法院。怎么就万达王老板天天卖万达广场，越卖债越多，这是为什么？还有人说你看融创的孙老板挺过来了10月14日，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在当日举行的境外债重组计划会议中，合计共有1492名债权人投票，其中1469名债权人投票赞成重组计划，赞成票人数占比达 98.5%， 对应债务金额支持率 94.5%。 至此，融创境外债务重组方案已赢得所需大多数计划债权人批准。高票更显示出债权人对重组方案的充分认可，对公司经营恢复的充足信心。这个首先他这个境外债重组居然是高票通过的， 94.5% 同意这个是 94.5% 是指金额首先说明我一直说的这就是孙老板呢，他确实拿出了自己的身家，让这些债权人呢看到了，不是说看到他希望，不是说看到他什么公司经营还能恢复以后这个本金还能要回来，不是这样的。说白了是债权人看到了孙老板的诚意。孙老板跟那个许老板俩不一样，对吧？许老板想的是转移财产，对吧？搞什么家族信托，想逃避，那债权人当然不同意这个孙老板呢，把自己的家产再压上，对吧？要玩一起玩，那这对债权人来说很明显，如果这个时候选择清算，那他毛都拿不到，对吧？那个清偿率你看看那个恒大就知道了，那清偿率非常低的。你看看那个金科股份那个清偿率，它不是破产重组了吗？它还没有破产清算呢，它是破产重组那清偿率多低债权人就觉得那还不如再相信一次孙老板，因为毕竟孙老板自己拿钱出来放在那儿，那这样的话到时候就是说这个债务重组失败，大家再次清算的话，那把孙老板拿出来那钱一分，也比现在清算合适，那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你看它是高票通过，这个高票通过不是说他们看好这个房地产还能翻身，因为他们很多人债转成股了。融创现在理论上他已经外债非常少了，没什么债了，他美元债转成股份了嘛。但是我刚才说了不代表融创就好了，不代表这些债权人就认为融创会变好，他们只是相信这个孙老板的诚意。为什么呢？你看这
个10月14号，天眼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10月11日至13日，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新增4条被执行人和恢复执行信息，执行标的合计14.9亿元啊。目前啊，这个融创累计被执行总金额已突破389亿元，同时存在多起限制消费令和失信被执行人记录。这个389亿指的是半年之内的啊，这个强制执行啊，超过半年，那个执行就终止了。所以说，他这个半年之内的执行就有389亿，你说这融创有多少钱还不起？所以你指着融创房地产业务能好，那是不可能的。你看看当下这个大环境，融创好得了吗？很多央企都活不过来了。你看那个万科，人家还没暴雷呢，对吧？现在深圳地铁还给他输血呢，就这样他都活不过来，都是对吧？有今天没明天。那你说融创怎么让他活过来呢？你万科不管怎么着，对吧？他现在还没有这个法院查封啊，还没有司法诉讼啊，他还能正常经营啊。你这个融创他连正常经营都困难。现在这个碧桂园，对吧，也在推进这个境外债重组，实际上他走的就是融创这条路。而你要想让这个境外债投资人同意啊，高票赞成，你就能拿出诚意出来。你把你家里那些什么偷偷摸摸转移出去，各种手段转移成什么信托，然后信托再持股这些东西，你把老老实实拿出来，那债权人就信你，对吧？再给你一次机会，这叫大家一起叫同舟共济，共度难关。如果你鸡贼，对吧？你把你的钱捞走了，转移到海外，转移到哪儿去？信托、家族信托，然后你把债权人放在这儿，让号召债权人跟你一起，跟你一个光棍，对吧？跟你一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在一起，说共度难关，那谁愿意啊？不清算你清算谁呢？还有一条消息啊，这个中国房地产报报道说，突发知名央企拟剥离地产业务。你看看啊，央企现在把地产业务都剥离了，为什么呢？显然，对吧？这个地产业务现在是拖累央企。说退房的队列又添一员。10月12日晚，香港中旅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港中旅啊，透露拟以实物分派的形式剥离旅游地产业务，理由是该业务持续表现欠佳，未来盈利能力存在不确定因素，拖累港中旅的这个业绩，所以把它剥离。香港中旅那是著名的央企啊，都扛不住啊。所以曾经的房地产界恒大最大，万科最稳，现在这个口号已经成了一个笑话了。最大的已经叫破产清算，老板在蹬缝纫机，最稳的这个现在也不稳了吧，对吧？你看看这个城头变幻大湾企啊，这短短的10个月里面，是不是一直在动荡不安、风雨飘摇？就是万科啊，你看他董事长换来换去，高管换来换去，对吧？高管还抓来抓去的。房地产时代啊，已经过去了，但是有很多人念念不忘，很多人是一种思维惯性，总还幻想着、梦想着房地产还有高光时刻。实际上这个时代过去了。我们看看啊，这个深圳的楼市情况，时代财经杂志啊，他刊登一篇报道，非常长啊，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他说，深圳楼市倒车接人，深圳有楼盘晚1年半买房省超100万。9月5日，深圳再次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市场显露出久违的活跃气息。来自一线经纪人的反馈显示，咨询量与成交量都较7月、8月有所回升，业务员的积极性明显高了。新政发布后，我们门店的商机量，也就是那个客户咨询量，比8月增长了30%到40%。这个中介业务员告诉时代财经说，在他看来，市场情绪的变化是成交回暖的关键因素之一。客户觉得房价已经触底，政策又在发力，信心比前几个月有所修复。大家预期房价不会大涨，但也不会大跌。根据贝壳研究院监测，新政落地23天，贝壳深圳合作门店新房认购量较新政前23天增长35%，较8月同期增长75%，就是成交量这个新政之后有所增长，但是房价下跌还是很明显的。说这个在业内看来成交价一套比一套低，以价换量成主旋律。9月成交回暖，除了政策提振，最关键的是市场让步，倒车接人。从成交价来看，9月和7、8月相比再度下探5%，这个了不得就是1个月就跌了5%。这个中介业务员举例他说西厢面积82平米的3房，7月、8月成交价在390万到
400万之间，最新的价格降至360万至370万元；157平大户型则由830万元降至795万元。这个该业务员啊9月促成的前述改善型客户交易被他称作捡漏。他说他在9月份啊促成了一个4房单位以700万元成交，比同小区同户型上一套的成交价便宜30万元。说上一套在3楼，我们成交的这套在2楼，那也就是楼层是差不多的啊。然后这个时间线再拉长，去年3月该小区相近面积4房单位成交价830万元，时隔1年半差价超100万啊！你9月份买比8月份买便宜了30万，你今年9月份买比去年9月份买便宜了100多万，你说这叫什么事？也就是说深圳这个楼市啊价格下跌啊非常厉害。据时代财经了解，这套房子挂牌价788万元，经历4次调价，144次带看后成交，成交周期326天。就是现在房东卖房的价格基本是一套比一套低，得拿出很有吸引力的价格才有人愿意买单，这并非个案。这个另外一个中介业务员啊说，今年5月在西乡购入的房子总价420万元，5月份买的，中介上个月就9月份啊说跌到380万，现在估计360万。你看看啊，5月份买的，现在卖360万，已经降了60万了，就降了15%啊。贝壳找房数据显示说，同户型最新成交价为359.8万元，那就是你再耽误一下350万都卖不掉啊。深圳中原研究中心统计显示，过去1个月，深圳共有26个片区业主报价上涨，同时有58个片区报价下跌，另有2个片区保持平稳，买方情绪主导市场，整体仍处于深度调整期。这可是时代财经那个杂志报道的啊。这不光是二手房啊，这个开发商也在加大让利，就是新房价格进一步松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二手房业主的议价空间。大家现在不愿买房，一是房子不像以前那样升值了，投资意义减弱；二是租房比买房划算。胡道斌说啊，就是中介说啊，以西乡400万元的房子为例，租金5、6千元，月供啊1.5万元，其中60%是利息。以前租客给房东打工，现在反过来成了房东给租客打工。深圳一位本地房企营销人士也表示，当前市场环境下，购房者缺乏购买多套房产的动力，由于房价整体走势较为平稳，甚至继续回落，而只有在房价具备上涨预期时，投资型需求才会被激发。现阶段市场仍以自住型需求为主。实际上有网友已经说了啊，现在刚需不是买房，现在刚需是卖房，现在卖房变成刚需啊，买房已经不是刚需了啊。经过这个市场的洗礼，大家已经明白了，你再刚需你得忍，对吧？因为你每忍2个月，你发现哎，你虽然工作没挣到钱，但是你在买房这块你省了很多钱，对吧？你看刚才的房子啊，1个月就掉30万，对吧？4个月掉60万，你就这么掉，对吧？你每晚买2个月，你就相当于多挣多少钱呢？几十万呢，上100万呢，一年降了100多万，那一共总价才800万的房子。我们看一个深圳的业主他是怎么说的，大家看视频啊。我现在在深圳湾，深圳最贵的居民区深圳湾，那一栋高楼就是深圳湾1号，高峰期的时候42、3万一平方，什么许家印啊，什么马云啊，还有什么明星啊，巨富都曾经在那里购房。这2年从42、3万跌到了25、6万，即便跌到底了，现在还有25、6万。除了那栋高楼之下，我前面这条河两岸的房子，过去2年平均下来每套房跌掉了1000万。以前没跌的时候，房价在20多万到36、7万，现在跌下来是15、6万到20几万吧。我住的是一个小复式，过去2年也跌掉了1000万。深圳是个很年轻的城市，平均人年龄只有40岁，而且是一个高科技有工业的城市，常住人口2000多万，依然扛不住大趋势。现在李九子不是更800，地产就是强弩之末。大家喷我说迪拜常年温度30度以上的温度超过8、9个月，迪拜的学校
迪拜不可以移民，外籍户口全部都要付费，从幼儿园到大学全要付费。而且迪拜就金融和物流，石油只占 GDP 的 0.07%。贸易，疫情没有解封时候，贸易是可以的。现在疫情解封了，中国工厂零差别化，还有中国锅厂可以对外籍的商人放账期。你觉得迪拜还有多少贸易可以做吗？说起上学，香港的夫妻双方只要有一个人有本科毕业证，就可以去香港读一个人才引进研究生。这个研究生的学万也就是11万港币左右，10万人民币，然后全家都可以拿香港的临时户口7年。你去读书那一刻起，你就可以在香港买房，而香港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双语教育。我的第2套房在深圳摩天轮前海，就是在前海很漂亮的前海摩天轮下面，小3房。去年前年2年跌掉了700万。深圳这么年轻的科技城市依然扛不住全球房地产下跌的这个趋势。我是拖深圳湾后腿的那个人。他说啊，深圳湾顶级豪宅，对吧？40万一平的房子照样也在跌，30万一平的房子也在跌。你看他这个跌得更狠啊，一年对吧？一套房子跌1000多万，这是什么概念？如果你是贷款买的，那恐怕除了跳楼，没什么好选择了。当然了，如果你是全款买的，这恐怕也就无所谓。这个还不算什么，我看网上有很多帖子，这个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如大冲6路西南角叫华润城润喜1期花园2栋9020室，这个房子被法院拍卖啊，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在阿里资产登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啊，但是不是说让大家去买啊，我只是讲这个故事啊。结果这个房子的主人啊发了个朋友圈，这也是个豪宅，对不对？这个房子是175平，这个叫疑似房主吧，我们只能这么说。他发了个朋友圈，被人截屏发出来了。他说才想起来明天房子要被法院拍卖，他说纪念一下，他说也是第一次体验到自己的房子被法拍的感受。你想一想吧，他的房子被法拍，就说明他已经破产了，这叫直觉啊。然后他说这2年真是什么都经历过了，公司破产，债务高墙，上100个官司，几千名客户和员工维权，而且他已经上了电视新闻。他说分崩离析，就连这当年号称摇到就赚1000万上过央视的房子，现在也是稀碎。就是这个叫什么华润城润喜1期当年可是妥妥的网红盘，你只要摇到就是赚到，摇到就赚1000万。结果业主说现在也是稀碎啊。他说不过这2年相对于失去的财富，我收获到的内在的精神如感悟更富有，经历什么都如如不动，坦然释怀。毕竟人生不失去点什么，也收获不到点什么，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啊。我们换个通俗的说法，就是他破产了，他现在只能摆烂。那除了摆烂他还能干啥呢？说这个人4年前还是意气风发的李总，如今已心力憔悴，看到自己的房子被法拍，内心五味杂陈。这最终什么价格不知道啊，因为他还没有拍出去，我看是哪天拍没写啊。这并不是个别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缩影。风雷激荡的社会洪流之中，谁也无法置身事外。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那也是企业家，现在恐怕很快就要成为老赖了，想翻身太难了。同样还是深圳还要再讲个故事。我看有个中介在网上发了个帖子，说他上午带客户去看房，结果碰到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非常有寓意的事情。说他带着客户到那个房子里面转了一圈之后，那客户居然直接跟房主就谈上了，好像似乎他俩认识。这个客户就问房主他说你房子怎么还没卖掉啊？那个房主就反问这个客户说你怎么还没买到房？客户停顿了一下，然后跟业主说幸好我当时没买，要不然我亏大了。那业主接着一说这感觉好像2个人在斗气那卖房子的那个业主他也说幸好我当时没卖，我当时要卖成了，我现在亏得更多。结果这个中介在旁边听了一头雾水，看得一愣一愣的，这2人似乎认识被他整蒙圈了然后这个说下楼之后这中介就问那个客户，他说你好像认识那个业主是吗？结果客户就告诉他说2022年也就是3年前，这个客户也是在这家中介被另外一个业务员带到这个业主这儿谈过一次，当时这个业主报价
1680万，而这个客户呢，2022年的时候啊，准备是1580万买，就是要便宜100万啊，实在不行他再让20万，就是1600万凑个整。但是啊，2022年的时候这个业主是根本就不让，这个业主最低出价1650万，就双方因为50万没谈成，因为双方恐怕经历过几轮这个博弈啊，最后差50万，谁也没让步，所以这个交易就没达成。原来带他看房的那个中介那个业务员已经辞职了。那现在这个业主现在是多少钱卖这个房子呢？同样这套房子啊，居然卖了3年没卖掉，这套房子报价1350万，也就是啊，2022年的时候业主希望是1650万卖掉，现在直降300万，变成1350万。而旁边啊同户型的房子成交价是1250万到1300万，也就是这个业主价格还是高一点。你想想，这个客户是不是占了便宜？客户幸亏没买成啊！如果2022年那个业主一同意，对吧？算了，我少赚50万，或者我亏50万，我1600万卖给你，那3年下来，这个业主妥妥的净亏至少300万都不止啊，对吧？你还有过户费、手续费，对吧？还有中介费，还有这个3年利息，哎呀，400-500万是亏掉了。所以这个客户庆幸啊，但是幸好没谈成。但是这个业主他也说，我幸好没谈成，没卖掉，卖掉了我亏得更多，这是咋回事呢？对吧？你业主但是1600万卖掉了，你不是解套了吗？对吧？你到现在少赔300-400万了。人家业主不这么算的，业主说啊，他当时啊把这房子卖掉了，是想买一个更大的房子，1650万卖掉，他要换一个3000万的房子，3000万的房子，那就是刚才那个视频里面那个女博主说的，对吧？你说22年到现在亏1000万，那这是小事啊，他现在只亏了300-400万，300万嘛，对吧？他1650万卖，他1600万卖，他现在是1300，只亏了300万。如果他当时卖成了，他要买个大房子，那现在至少亏1000万。这么一想，他的痛苦啊指数就直线下降，他甚至不怎么痛苦了。你看这一单没谈成，既拯救了客户，又拯救了业主，这就是天意啊，对吧？没谈成，两人都挺高兴。所以大家反过来想啊，你照这个思路去想，就是为什么那些炒房的人从2000几年开始炒起，炒到现在都站在天台边上。按理来说，你看他们00几年的房价多便宜啊，对吧？那时候北京的房价才5环啊，那顶多5000块钱，但这都比较贵的好房子，3-4千的比比皆是。那现在涨成什么价格了？也就是你对吧？是10几年前、20年前买房，但是啊，那些20年前就开始炒房的人，到现在大部分恐怕都站在天台上，也就是他没有及时收手，炒了几套房，在2022年暴雷之前，甚至对吧？恒大暴雷之前他就卖掉，他就不玩了，手上没房子了。这人是人生赢家，但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可以说啊，非常少，大部分都是赚了钱继续买房，赚了钱继续买房，加仓加杠杆，手上的房子越来越多，从1套炒到10几套，对吧？结果咣当一下，恒大一暴雷，形势急转直下，租又租不了，卖又卖不了，降价就是赔钱，对吧？你2005年花50-60万就能买套房，对吧？等到你把它卖掉，你赚了2倍3倍，变成200万，把它卖掉之后，你那200万变成一个新房子的首付，你那新房子值800万，就这个逻辑啊。好，你又去炒了，等到过2年，那新房子赚钱了，800万赚了500万，你又把它卖掉，你那1000多万，你能买2套，变成2套的首付，对吧？永远是杠杆。当然了，恐怕也拿了点小钱花了，比如买个车啊，吃个饭啊，捏个脚啊，也就这样，他没有留更多的现金。对他们炒房的人来说啊，留现金那就是犯罪。他只要有现金，他肯定去交首付啊，再多拿一套啊。因为你刚才不说了吗？买到就是赚到啊。那房子当时抽签买到就要赚1000万，你说他能不去打破脑袋想办法去买吗？所以他手上不可能留现金啊，他都是变成房子，尽可能的持有更多房子，最后就一网打尽，最后就等着跳楼。所以最后就是变成死多头啊。你看那个房产中介那些房吹，都是死多头，但都是这么过来的，对吧？要不然经营贷贷给谁呢？不就这些人贷了吗？行情好的时候，他可以通过出租啊，对吧，来弥补他的损失，来给他解决一部分这个月供。现在很多房子都租不出去啊，即便租出去还降价。所以一个时代过去了啊，现在应该是没有刚需买房的，对吧？你再刚需你可以租，但是只有刚需卖房的，你不卖不行，不卖那个价格越来越便宜，你亏的越来越多，你就跌得越来越深，你往后就更难翻身了。所以越往后啊，大家就只能迫不及待把房子挂出来卖，涨仓比价格低。所以说到后来啊，一定是加速下跌啊，它就这么个逻辑啊。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